来继续来讲苗栗后人当地自强宫每一年都会举办元宵公炮城的活动，因为疫情嘛决定要来停办咯。这个公炮城的传统来自这个清朝，有传说讲就是当时这个瘟疫来作乱，乡民透过结炮来赶瘟神，祈求着妈祖保庇，尾也演变做传统的民俗活动。日本时期是停办几10年，到1984年才个恢复举办，嘛定调为苗栗的文化无形资产。今年庙方决定来停办，嘛是37年来头一届来停办。信徒放炮各位头前的炮声。半暝民众提炮击炮声，现场的气氛热烈喷喷。这是苗栗后人自分宫有名的元宵公炮城，但年拢会请真侪信徒参加。不过今年因为疫情严重，庙方决定停办。发生桃园这个疫情经过我们这几天干部的讨论我们决定把明年度的那个公炮城的活动把它暂停。公炮城的传统是为清朝来的，听讲迄当时的瘟疫，乡民透过弹炮来赶瘟神，祈求妈祖保庇。日本统计时长20年，庙方1984年恢复举办，嘛方列作苗栗文化无形资产。今年停办，嘛是37年来头一摆。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个状况，最主要还是大家安全还是最主要，希望大家都体谅。庙方惊疫情烧坏，所以停办活动，嘛希望民众体谅。过去乡民公炮城是为了求健康，即摆无公炮城，同款是为了健康。